咱台中清水中兴街这边，才有一栋旧的老厝。伫咧3月2的时阵，5楼、6楼来放弃尸体里面40个人。经过3大结果技师去评估，讲认为这结构安全有挂虑，所以计共有10户唔好佮继续住。也这10户就要伫4月底进前来搬离开，若无会将这家厝封起来。不过也有几若户是讲哦，伊唔知会当去倒位住。 居民想家己的家伙会当搬，赶紧搬。啊，毋过也是有几多户人家唔知影未来会当住伫倒。我只是普通老百姓的，可是有的房东就是1度5块钱，那个价钱，那个电费都比那个台水台电还要贵。呀，你当然我呾请问你，你问我安尼，你敢有接到政府要补助阮？就是没有嘛。啊，问安尼是毋是叫有伤心的？ 台中清水中兴街一个老旧建物，透早无预警崩塌，造成5、6楼严重受损。住伫4楼以下的居民嘛全部撤离。市政府赶紧拆除清理了后，由3大结构技师协助勘验，确认建物结构有安全疑虑，无适合搁住。建物所有人必须限期伫4月底前改善，啊，若无会伫5月初1封起来，并委托公所转至使用人配合。 此段期间，如有擅自居住使用者，将依规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及30万元以下罚款。都发局指出，目前建物未虽有危险，这段期间住户会当入去搬生活物品。啊，不过这个案不是天然灾害造成的，是互人认定是使用人甲所有权人无现尽维管责任，所以并无符合紧急安置伫社会主体的条件。当地里长是讲，为咗住户会随面临租厝问题。他们在这边都是4000块左右，3、4千块啊，现在。 听他们讲说，都是8000起跳，1万起跳。受影响家户都已做好后续居住的安排，目前剩下4户在梅河租屋。如果家户符合资格，我们也会帮忙协助申请租屋补助。台中市社会局表示，最近访视受灾户，其中也有4户也无找到租厝的所在，除了尽力协助，原来依照资格协助申请相关的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